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在。讲到这强烈风台凯米这部风款，甲台湾规个是打掉的。气象署继续对全台湾发布大水预特报，特别是中南部的山区，还有宜兰花莲呢，拢爱注意这超级大水雨。如果深假了后，风台中心会对宜兰花莲来登陆，到时阵将有可能会出现14级到15级的强阵风。气象专家也提醒讲，这风台下望拉索或者是蛇库，拢将有可能和这大风雨的时间拖搁较长。强烈风台凯米环流80，暴风圈打伫台湾各地风雨继续增强。气象署提醒，风台登陆进前受地形影响，路线可能出现偏激或者是短时。拜3尾到拜4透早，宜兰北花莲地区会受风台正中心强风大水雨影响。过去一段时间，台风它的路径并不是直线的运动，而是呈现有点摆荡的情形。尤其在过去2个小时，受到台湾地形影响，中心的位置有略微往南偏移，并且速度减慢的状况。民间天气公司分析，风台这时阵动向真关键，地流或者是短时，那雨季的风雨时间延长。按照拜3报名到拜4透早，登陆宜花交界了后，中心的进入海峡北部，拜4之时登陆中国福建。风台过境牵动西南气流配合台湾地形体悬，会在中南部山区带来真济雨量。进来了之后的话，也很有可能受到地形的影响，它的速度也会再慢一点点。所以说，它整个拉长了之后，再加上它引进西南气流环流又够大，它跟台湾地形之间的交互作用够明显，它就会导致雨量的这个情况会更多。气象署将对全台各地发布大水预特报，其中台中到屏东、宜兰花莲等9县市拢有超大水雨发生的机会。中南部山区总雨量可能有1800伏米。前气象局长陈明典伫社群网站示警，伫台湾西南边延伸通过8艘海峡有一条对流加旺盛的雨带，这是风台外围环流加西南季风的复合带。当年莫拉克风台就是亲像这种的雨带，连续影响南部山区。记者综合报道。强度风台凯米来到台湾，这花莲宜兰目前是大风雨，而且这宜兰今仔日规工拢伫咧落雨，也出现这10级的强阵风，而且这几工佫是这大楼头城的大溪渔港海水是规个填出来，那市区呢是有这看板落来灾情，甚至有电线互风吹断去，6000户水来失电。这国交局也宣布讲，为着赛车的安全，国道5号这宜兰头城到苏澳，即马是双向暂停开放的。风影一波搁一波对爆花一直爬过去，海水是激起伫岸顶，少量少有民众骑乌托邦经过，拢尽量离岸边较远咧，都惊起风破掉。因为大雨一直落，加上海中，宜兰大溪渔港旧港边仔的车路，拢互海水淹去，无法度行。唔敢对遐过，唔敢过，没有啦。我多摆安尼嘛唔敢，唔敢过啦。伊用大嘛，你拿就一个落去就爬落啊。凯米风台一步一步愈来愈近，依然是风头雨大，中国出现10级的强阵风。咱有餐厅的看板，互风扣甲翻倒伫路面，嘛有卖场的大看板，风吹甲倒去，缀伫停车场的铁皮围篱，佮有大楼的态度散甲规涂骹，警方较紧甲路封起来，好甲再无人着伤。路边电火条的电线嘛挡袂牢，风箱头扣甲断去，中造成宜兰市含总位有超过6000户停电，台电的人员较紧派人去抢修。三星的农民是赶伫风雨加大进前抢修三星仓，希望会当降低损失。即马10公斤已经到204块，未来恐惊阁会阁起。凯米风台嘛替宜兰山区造成惊人的雨势，太平山2市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你在准备东西。好。你顺道。对，你一定要离开哦。都惊大水雨地灾，公所嘛紧急撤离山区的民众，其中英树村的部落，都伫土石流的红色警戒区，警方就帮助预防性的撤村，甲200多个人送落山避风雨。国军嘛派出2车突击车进驻到苏澳镇公所，准备随时支援来降低灾损，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影响，南部早起风雨也大大变强啊！高雄凤山的建国路也有这树啊倒去，直接对着骑乌多的民众，这位民众送到病院抢救，犹原是救不回来。另外，这台南的中义国小树围啊边的树啊呢，是规丛互风扣起来，也对着2个骑乌多的民众。另外，国道3号新化路段也有轿车，可能是这强风扇过来，规个失去控制，规台车就安尼来并车了。
画面中路树大大起过，所以去规张倒落去，多一个骑机车人经过，失去地条64岁女骑士当场失去喘气心跳，送医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回来。Y 字形的树枝有没有压倒在那个路人行车的人上面？凤山分局埤顶派出所交通分队员警于现场进行交通疏导，路树已由公务局人员于现场清运中。汽车密密麻麻，交局人员到现场清理倒去的路树。代志发生在高雄凤山建国路一段，受开灭风台影响，致使高雄风雨愈来愈强，路树挡不掉，多4、5丛，其中一丛佫造成这个不幸的意外。担心晚上风雨大时候，整排会倒下去，因为现在还有好几棵，现在都在晃动。里长呼吁市府应该针对路树风台问题协调，防止悲剧发生。那高雄台南中期国小外边的路树也因为风雨连根挽起，倒向路口单车顶的2个骑机车人，现场民众赶紧协助2人脱困。好在虽然真惊吓，但佫无要紧。我就多摇我一个，你头甲规身躯拢折条的。消防人员围伫并轨车边设法互民众脱困。风雨除了造成树仔倒去，伫国道3号台南新化路段，也有修路车冲出边坎，并伫平面车道十步驾驶甲后座13岁族仔受困。不明原因自撞外侧护栏，冲下边坡肇事。本起事故造成少男及其女儿共2人受轻伤。感觉个风足大的，怎啊降起来，所以听到嘣一声，风很大，没有雨啊。民众怀疑是128强风后车失控，因为车体严重变形。消防人员真正来才救出父女2个人，好在这2人意识清楚，目前已经送医。事故原因还佫等警方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天的时阵，这消防人员还有里长呢，大家是无用气，这风雨也造成一寡意外。新北市三峡有一个姓王的里长，下晡3点多，伫5寮的一条小路内面，互家己驶脚踏车跌到，已经无意识。也因为这路伤过条细条咧，消防人员敢若会当用行入去。暗头5点多有找到，不过已经无喘气心跳啊。这个里长是出去救灾，却因为家己的车掉咧，就驶脚踏车出去。消防局认为讲，真有可能里长是伫咧探路草的时阵，佮再加上这土马松软，规台脚踏车才会并车人跌伫下骹。消防局找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院来甲急救。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受到风台影响，这金门往回厦门泉州的这个航班，今仔是拢无飞。也那桃园机场一讲就取消200外航班。也那讲到这陆上交通的部分呢，大体是过道了后，火车全部拢无驶，高铁也调整车班，对南港到左营1点钟发3班车，全部拢是自由座。也那讲到明仔载，因是会看情形来出车。也那台北捷运的文湖线是对今下晡4点15分开始，因为这风上过头停止营运，其他路线捷运就要看情形来调整车班。台北捷运文湖线因为风速达到停开的标准，下晡4点15分开始暂停营运。其他路线要看实际状况，变动调整时间。大体伫过道了后，全线拢已经停开。高铁是为中昼12点开始，为南北尾站每点钟各开3班全自由座列车，各站拢有停，一直到收班为止。原定是要坐3点的车，他现在就是变成说他。改成20分钟一班嘛，那所以变成说我就是提早回南部。我们明天才走，然后就所以过来看一看，就是明天去桃园的高铁站的那个班次会怎样？因为多是休热旅游大月，桃园机场出国的旅客未少，烦恼风台影响，真侪旅客透早就来报道等消息，冇人直接来改班机。爸爸妈妈有很担心台风吗？有，怕会停机。昨天为了飞机在发愁。明天早上航班被取消了，但是呢，因为行程很重要，还是得执行，所以我们就改成今天出发。桃园机场日时已经取消227班航班，佮加强车道体格巡检、厝顶的固定，除了关景台暂停开放以外，一切营运正常，会看风速进行拔空桥。离岛交通部分金门小三通客运规工停开，金门机场早起候补的人有200多人伫等。就是亲爱以前的旅客在这里吗？
因应强烈风台，公路局宣布已经成封16条道路，重点路段包括台北线关原到太鲁阁、台九线苏到中德，也甲宜兰县台东乡台七甲线部分路段，南投县仁爱乡甲信义乡原老道路封起来。另外，嘉义县阿里山乡台18线，也有高雄市桃园区部分路段拢已经封起来。呼吁用路人风台大雨期间，非必要唔通进入山区的道路。记者综合报道。凯比风台已经造成花莲地区的灾情，台九电线66公里的所在绑落来，车是坡道通过。另外，这代替宣布停驶，目前这附近车头、东西正线、铁基路拢去互这土石砍起来。也那发风部是针对秀林乡等4个乡镇，动员100多人，要强制铁力村民。规大片土石崩塌，土门沟参土石规个平落来，车无法度通过。这是伫台九电线66公里的所在，强烈风台凯米扫入来，花莲日是真侪所在灾情不断。代替午后，全台湾对号列车、区间列车拢停开，花莲好人车站东西正线拢互土石砍去。秀林乡和平车站前监视器有翕到警方找甲路边树一直摇，还有一支监视器找甲照涂骹。台泥工厂嘛传出灾情，厂区内树未堪咧强风倒规片。和平村嘛因为落大雨、刷大淹水，村民歹过日。警方嘛协助运送防台物资，提供泡面予已经铁穿的民众。和平村长下晡开车要去河中夫人部落，不过强风大雨，差不多看无头前的路。到河中的时候，完全看不到路，所以我们在河中快到村庄的时候，我们就折返了。去早一点那里啊，不要埋怨，这是上级的命令。秀林乡公所乡长一家一户要求秀林村民强制铁力去秀林国小段，边还有国军官兵陪同。图上兵推，或是说程序演练，等等，这个方式来执行。好，部分科目有做调整，将这个部分的人力转换成救灾，然后来完成机具的检诊之后，然后待命来实施救援。国军机动调整人力协助减压灾情，也加铁力乡民，展现国军永远是国人上坚强的靠山。雨愈暗愈大，也是有民众无愿意配合。秀林乡公所讲，有14个秀林乡民签设计师无愿意铁力。若是太鲁阁国家公园还伫修复阶段，警方会同太鲁阁工务段抢救人员，针对184.5公里过口，包括太管处、沙克淡、崩坑当兵，路封起来不准进入。12月底会局部开放游戏区，114年，游戏区要全面开放。可是这次的台风风雨蛮大的，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变数。国人毋望太鲁阁国家公园搁再开放，目前是规划年底12月开放部分游乐景点。不过，凯美风台带来真侪大水雨，若造成灾情，恐惊都要延后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即摆这风雨是愈暗愈大，台北地区风雨已是变甲真明显咯。这阳明山、阳德大道沿路有不少树啊倒去，这竹啊乌路要路顶互风扫登去。根据着台北市统计，到下晡5点为止呢，这通报灾情有474件，主要是树啊倒去287件，失电有37件，也有1件是水崩山的灾情。受凯美风台影响，阳明山强风大雨。永德大道沿路有不少路树倒去，翻在路中。大部分的店头因为风台暂停营业。文化大学入口的修真铺，各因为伫风车口，真理北靠强阵风，互不少学生真歹行。风就是有点很大，非常大，就大到没有办法走。目前就是可能会比较大，但是早上的时候目前是还好的，可是中午就突然风就比较大起来。向山顶行有名景点，亲像竹仔湖、假日人真多，不过因为风台，拢无看到游客。当地里长为掌握灾情，透早就开始巡视，发现竹仔湖路上有大片崩塌的竹芽，就连路顶也被大风吹断去，游来海去，真危险。刚发现的，那这个像这种现在雨势开始渐渐大了，所以我们也是通报给群组，让这个区域的负责的这个局处单位，来做一下清理这样子。另外，台北市区也传出灾情，中孝东路7段因为路树倒去，连根挽起，严重影响交通。工程人员赶紧出动电机，佮将路树刷到路边，赶紧排除障碍物，恢复通行。
根据台北市统计，到24日下午5点为止，通报灾情有474件，主要是路树倒去287件，停电37件，也有1件土石流灾情。气象署提醒，各地愈旱，风雨愈大，民众上好是唔通出外。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真侪县市拢有放风台假，数民众让雨棚啊走去 KTV 唱歌，加上这早起风雨无大，是毋是因为这家人心北希望放假？台北市防压咧讲着爱放风台假咧，市长蒋万安是强调这北基桃呢是共同生活圈，考虑到真侪民众是下县市来上班，有民众认为讲这透风落雨也是放假较安全。电影伊的铁门拖倒来，到暂停营业的公告。凯美风台时代甲正雄，愈换风雨愈大。威秀影城、秀泰影城宣布讲，各县市影城24暂停营业的时间，台北美丽华影城规工拢暂停营业。不过 KTV 早就风静了了啊，就算下晡风雨真强，同款一堆民众欢喜去唱歌。因为其他间没有约到，所以才来这里，蛮多人来唱歌的。台风天在家里也没事，然后就是想说带小孩子来唱歌。不过台北市早起风势雨势拢无大，嘛引起质疑讲，敢是因为家人心北希望放假？台北市才向北咧做伙决策。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讲，基北北桃是共同生活区，爱考虑下县市的通勤安全。和基北北桃4县市来进行相关的沟通，因为是共同生活圈。台北市我们的山区，还有在新北、桃园一些地方风势、雨势确实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天雨路滑有包含视线不好的状况，如果没有发生事情，那就是没有了；万一有发生事情，那你说这个很难取舍。咁要放风台假，爱看雨量和风力的状况。根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和上课作业办法，那预报风台的暴风半径在4点钟内有可能经过的地区，平均风力会当到7级以上，还是阵风会当到10级以上。24点钟累积的雨量有测平地到350毫米，山区到200毫米以上，都到会当停班停课的标准。但真正要停班停课嘛，是要各县市政府来决定。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是我们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的中午之前，只要经过北基桃大家充分沟通以后，能够及早来告诉大家，明天到底要不要上班上课。凯美风台愈来愈晚，总统大清德一透早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去指挥，才是控诉控山大地震了后，才会发生土石流的区域，民众应该随贴离24暗时到25透早雨量上大，风台假应该全面考量。我们这个放假应该有办法晚上嘛，因为有时候地方政府下达的命令放假是白天，但是我们要 cover 到晚上，因为晚上也有上课，晚上也有上班了。目前风台假同款算是不可抗力，才暂停做工课，并无强制规定雇主必须要予员工有薪水的休假，但若是出勤的路林无安全，可能有性命危险，会当行使退避权，卖出勤，雇主会当免予薪水，但是袂当扣伊的全勤奖金。记者综合。放风台假千万唔通出门是比较较安全。下晡这家人庙口风雨无大，也受民众伫遐踅街买物件。不过咱若是去到这和平岛的报番呢，反是互人强加强要徛袂知。民众想要知影讲这风台的风雨上界新的情形呢，千万唔通出门。会当看新闻，会当看网络直播。即马网络直播当时行各地头的政府呢，拢提供即时影像，用手机就会当看到啊。基隆市区的庙口也持受风台影响，真侪摊拢无开。剩即几间有做生意的，袂少人咧排队。凯美风台来啊，北部地区愈暗风雨愈大，部分民众趁下晡赶紧出来买物件食。我就家人叫我出来买饭。我们是从台中来，因为票拢已经买好所以就无法度好。无法度好促销。市区风雨无算大，不过若行到海边状况就完全无同。伫咧基隆和平岛公园，即摆会使看到，因为风台的关系，现场风雨是非常的大。就连边仔即个海水也已经是涨到真悬，会使讲是非常危险。就算有肉粽角动咧，大影也是到海水喷过爆花。民众想要关心风雨上新的状况，其实变到好寡。即阵直播当时行，各地政府机关的网站拢有即时影像，用手机点厝内就会当看到各地的状况。我觉得会蛮有用的，就蛮好的，就是会让你的生活更便利。马上就知影，就是风台的方向然后了解各地的
状况。透过网络直播，就会使看到各地观光地区水利设施的上新状况。想要知影风台行到倒位风雨较大，看直播就会使知影天下事。风台天莫出门较安全。记者郭文正准由家人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台湾受到凯比风台吞大时阵呢，这南边的菲律宾也是真凄惨，大水雨造成淹水，还有水崩山，上无有12个人死亡。对这画面，咱看到这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区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甚至这水呢拢淹超过脚头虎啊！民众想要去避难，也着爱想尽办法出去。外国媒体报道指出，讲这马尼拉伫过去24点钟内，降雨量超过200毫米，除了有做大水山区，也有水崩山的情形。伫卢松岛南部，目前已经有1名有新的妇人人和3个囡仔死亡。23凯比风台扫过菲律宾的时阵，这死亡人数上无有12个人。继续来关心到这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甲对这个拜登手头甲指控指数总统大选的责任打落来了后呢，竞选造势头一站就选择咧共和党全大会举办地点威斯康星州。这贺锦丽会用家己做过检察官的背景，摕来和党嫌犯 Trump 做比较，伊也批评 Trump 想要带国家行翻头。贺锦丽伫确定得到过半数总代表支持了后，23去摇摆州威斯康辛，对3000个支持者发表17分钟的演讲，表示若胜选，伊会采取行动扩大提囡仔管道，互劳工更较简单加入工会，去解决枪击暴力问题。Before I was elected vice president, before I was elected United States Senator, I was elected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I was a courtroom prosecutor before then. And in those roles, I took on perpetrators of all kinds. 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frau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拜登宣布退选，雄雄接手的贺锦丽团队24点钟之内都募集破纪录1000万美金竞选经费，其中62趴的捐钱拢为第一摆捐钱选民来。路透社甲伊普索公司相信民调，贺锦丽44趴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川普的42趴。Today in Wisconsin and across America, we begin our next chapter, and it will be our best yet. Vice President Harris will beat Donald Trump and becom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川普是伫家己的社群媒体发文，指贺锦丽是史上上无受欢迎的美国副总统，佮攻击伊进前处理边境问题记录。另外，总统拜登23结束伫德拉瓜家己厝内新冠隔离，坐飞机登去华府。现场媒体依然关心伊的健康状况。Mr. President,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拜登伫会24暗时伫白宫办公室对全国发表演讲，讨论未来发展甲要完成的工作。加工接去来访问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是纳坦雅胡伫10月7日香港事件了后第一场外国访问行程，被安排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不过拜登甲贺锦丽到时阵拢未参加。贺锦丽后面的讲法是已经排定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做事。公司新闻王慧文。根据着上届新的气候观测记录，7月2日是全世界有气象记录以来上届热一天，这代表平均温度来到17.09度。就专家指出讲，过去13个月每一个月拢打破英国纪录，2024年有可能会超过2023年，将做有史以来上届热一年。民众提早咧设计电风是要较凉咧，店头门口口安装分布设施是要降温。根据欧盟监测机构9万年气候变化服务，7月1日是全球有记录以来上热一天，全球平均地表气温达到17.09度，比去年7月小可悬0.01度。专家说进一步表示，这礼拜气温可能会超过这个记录，因为在当地美国、欧洲甲俄罗斯等全球各地的均价。Something we need to get used to because as the climate keep warm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ncreasing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atmosphere,
we are bound to see new record being broken in the next few months, in the next few years. 去年7月初3到初6，因为气候变迁地区北半球出现的极端冠军，连续4天破坏纪录。虽然2月的气温只比去年小可悬一丝啊，专家议员指出，过去13个月纪录甲过去真无同，因为为去年6月了后，每个月拢被列入史上同期上热的月份，2024年有机会超过2023年，才做史上上热一年。 If the transition towards La Nina that has been largely anticipated, so the cooling down of the Pacific, were to be very large and very rapid, then there's still a chance for 2024 not to become the warmest record. 气候变迁地区极端气温甲重大天灾一直发生，若维持的时间更较长，强度也更较大。全国际社会咧推动热能来减缓气温升高的幅度，使用化石燃料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油源豆豆咧增加。公视新闻杨干编辑。 讲到这强烈风台凯比暴风圈是甲规个台湾打掉咧，气象署继续对全台湾发布大水豪特报，特别是这中南部的山区含宜兰花莲地区呢，就要注意超级大水豪。目前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县、嘉义市、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也有澎湖、金门，宣布明仔载是停班停课的。那讲到这气象署呢，是预告讲凯比风台。 有可能是对下暗的半暝的时阵，会对宜兰或者是花莲来登陆。也因为这届这粒风台有甲水汽正高的西南风引入来，所以中南部地区的雨水也特别多。这届风台的雨水高，防灾专家也建议讲，这平地民众呢，就要注意水沟啊，敢塌掉的，才有可能发生水崩山的山区，这民众也要做预防性的撤离。 时间愈晚，风雨愈强，气象署表示强烈风台凯比有估计是半暝会伫宜兰还是花莲登陆。不过因为风台有可能伫咧晚间落地时会维持东西，还是南北山东速度发展会变慢。那安尼风雨影响台湾的时间可能会拖愈久。气象署提醒，伫半暝到2、5早起风雨上明显，民众都要注意。 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台风通过北部上空，我们预计全台湾的降雨会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中部跟南部以及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超大豪雨发生，其他地方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大豪雨。那整体的降雨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白天，即使台风已经进入了台湾海峡，但是西半部跟台东的风雨还是比较明显的。气象署嘛表示，凯比风台的南边有带水汽真高的西南风，所以这届唔但东北部这方面高落雨，中南部的雨水也特别高。根据气象署预估，7月23至26的总雨量，苗栗以北含东半部大约是200至800毫米，中南部是600至900毫米，也那中南部山区将近到1800毫米。防灾专家是建议平地的民众要随时注意水沟有塌掉的无，也若有可能会发生土石流的山区，民众嘛就要有风险撤离。04、03花莲地动了吼，宜兰花莲台东倒位佫土较松吼，其实咱佫唔知吼，所以咱爱特别注意吼，这个凯比风台吼，伊这个雨对咱的这个影响。中南部山区的雨吼，即马看起来应该是今日半暝开始吼，一直到明仔载开始会愈来愈明显。吼，所以咱明仔载吼，咱这中部、南部花海所在吼，都爱特别注意吼，较会积水啊，因为山区的雨真济啦。啊，咱若讲拄着涨潮的时间吼，咱吼拄好水拢排袂出去，吼，所以花海低洼地区的所在吼，爱特别注意。专家嘛表示，根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拜5、拜6西南风较透，嘉义依然较高落雨。也那风力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日是下晡已经伫咧红头树测到13级的阵风，那阵风台的中心挖近宜兰和花莲，可能会出现15级的阵风。民众若是要出门，都要加注意安全。然后凯比风台的暴风圈有估是爱到半5钟头左右才会完全离开台湾。记者卢尚珠、林铁凯台北报道。今仔日是汉光演习的第3天，因为风台影响，金防部本地有安排火炮射击，说是考虑到这岸边有真侪避风台渔船啊，宣布取消，干那做实兵的操演。也那澎湖的第1作战区透早5点半左右，是照本地安排开始进行地面操演，也有实弹射击。
利用战车炮甲火炮一直对海上目标进行攻击，水火试射。炮弹亲像落雨共款落伫海面，编辑火马同时也是咧掩护战车继续向岸边推进。海面风台来袭，伫大海前线的澎湖伫作战区取消海空兵力支援，暗过透早5点半，地面部队依然正常进行地面甲实弹的射击。第一阶段7舰防空飞弹精准拍中靶机。目标是伫无剧本实战化演练第2阶段，加上伫敌军军团继续挺进，各型火炮实施火力打甲掩护。会利用多层次的火网来对这个敌军来进行一个攻击。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方式来达成我们的这个反登陆作战。金门航空40年来第一摆伫金门航空站执行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演练，模拟敌军伫夜色掩护之下攻击航空站，各军运用夜视装备导致演练展开攻击，最后恢复航空站的运作。交接的内容大概就是突入的机降的敌人，他因为这个跟航警接战之后，航警状况不利，退守到塔台。不过，金防部原本伫澳湖地区进行操演，是要到受海面风台影响附近30多架商船无预警出现伫演习目标区，准备进入辽乐湾闪风台。因为安全考虑，国军临时取消实弹射击，今日实施实兵操演。那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海面的状况有船只因为台湾关系疏泊而影响到我们安全区域。反定了作战演练，严禁部队防空作战、团安会战加反击等协同作战能力加各部队之间联动性。今年演练更加接近实战，也要展现国军保家卫国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预告日本福岛5关的食品进口管制被全部来取消，也就是讲未来只要有相证明检验通过，就当入来台湾。是后需要强调，草案预告期有60天，会收集各界意见。2021年3月11日发生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了后，台湾禁止福岛自城、日本群马甲千叶等5关食品输入，一直到2021年行政院宣布，由禁止特定地区改做禁止特定风险品项输入。卫福部小数23个预告，会全面改进日本福岛5关食品输入管制。本来有53个国家或是地区对日本食品有采取输入的管制措施，那目前已经有49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完全解除管制措施了。小苏表示，这摆有个修正停止输入查验的日本食品项别，甲伊生产制造地区草案有3大重点，包含日本国内禁止流通的品项依然不准输入台湾。福岛5关的野生鸟兽肉、菇类甲绿油菜等原本禁止品项，改用户相证明管理，而且边境每入会来检验。其他非福岛5关的日本产品，若提出产地证明就使，不过消基会是反对。虽然呢，卫福部呢表示会采取双证的制度，还表示呢会来逐批做检查。那我们知道呢，边境的检查，即使是采取逐批，也是抽样而已啊。这个还是会有一个漏网之鱼的啊。小苏强调，为2021年代志发生到即马，伫边境检验辐射23.5万外批，检测结果敢若有微量检出，拢符合台湾甲日本的标准，无合格率是0。这项草案修正有61日有过期，会收集各界意见，佮进行综合评估，无务实立场，也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丰台北内民众大家拢走去大卖场买鱼、买肉、买菜。这大卖场也讲，因为赶紧来补，这鱼仔类菜色已经是准备平常时的5倍。那台北的农产运销公司就表示，今仔日的菜价比昨来讲呢，平均是6块半。赶紧甲药菜类放架顶，风台天卖场人员真无闲，烦恼风台造成灾情，菜卖无方便，不少民众到卖场避货，货架顶泡面、罐头真充足，逐项拢有。
这边的选择也比较多，而且那个台风天嘛，那在这里面也比较安全啊。外面一般的市场的价格都有比较高了，那这边的话应该会比较稳定一点。火锅的猪肉那一些的都没啦，全部都被买完了。很错有，因为台风天想要在家里吃。风台天想要伫厝食火锅，不过肉一个藏起来就互抢去，真抢市。有民众23暗时去卖场补货，煞拄到肉类、蔬菜类拢互扫了的情形，讲敢若世界末日。昨天其实是傍晚的时候，消费者开始入卖场去做一个抢购。傍晚的关系，其实晚间我们是没有进货的，但是基本上今天白天的时候，包含像叶菜类，或者说像是一些肉类啊、蛋类的部分，都有持续进货。北农公布的平均菜价，24的菜价竟然比23平均落差不多6块半，落价暗过量有较减少。昨天有些采买者他们已经加量采买，所以今天大概约有1成左右的成效也没有进场交易。他们也研判消费者今天出外采买或者到餐厅用餐会减少，买气也转趋保守。北农表示，因为行销业者丰台前已经大量采买，佮因为消费者减少出外，也甲餐厅百货业者休困这因素，采买有较保守。二是介绍因为安尼落价，不过后续的菜价都要看风台是不是有出现灾损影响供货，致使菜价会出现波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造成失电全台湾有20.8千外户无电通用，其中高雄呢有超过3万户，是上介济。那讲到高雄市区有一大工地顶悬的铁片一直害，加在是无落落去。唔惊风雨有偌大，台电人员赶紧抢上线路，凯比风台影响全台湾，高雄陆续传出停电消息。真侪所在拢是树仔倒落来，也是磅礴低调电线影响。到下晡5点，台电统计，高雄市总共有34000多户失电，包括林园、公山、燕巢拢传出灾情。高雄市嘛是全台停电上侪户的所在。已复电逾70%，那尚有7815户停电中，台电会持续动员，尽速恢复供电。风台影响的唔拿电线尔，其实伫市区有工地顶面的铁皮哪害哪摇嘛已经生鲜，加在民众发现是水通报。目前高雄市总共有800外时间的工地，营造公司表示讲，风台发布陆续警报，因就开始准备，甲器材拢固定好势，检查抽水机的功能，清理排水沟，维护公共安全。下吊的部分较危险，咱就要放互伊吹。嘿，啊，个就是迄个。所有咱咧施工面顶的物料，会拢改拔起来。需要检查施工架、防尘网、广告防布的固定情形，还有变电箱的一个漏电检视。天气愈暗，风雨是愈来愈大。到下晡5点，经过台电抢修电线，已经有7成所在恢复用电。记者钟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讲到花莲的风雨，即马是真大。这花莲市中兴路一栋5层楼的建筑物，这厝尾顶的矮墙，可能是去互这风吹落来铁片规个摔倒。这个砖仔工呢，规个缀着下骹停的一台轿车，车内面一口罩3个人坐伫后壁的妈妈甲囡仔，当场是去互喊着，妈妈是无喘气心跳，也那这个查甫囡仔呢是昏迷不醒，送病院抢救，目前也正咧抢救当中。透过画面，咱能看到讲这大楼厝尾顶的铁片。摔落来去弄到这个矮墙，这砖仔角落焊到下骹的一台车顶头。迄台车去互击到时阵是后半大只母仔囝坐伫咧后面，焊到时阵车阁向头前驶一个，会当看到这2个人受伤真严重，妈妈是当场无喘气心跳，啊那这个查甫囡仔呢是昏迷不醒，警消赶紧甲这2个人送病院抢救。讲到气象局已经发布着海上陆上风台警报，这新竹沿海地区渔民赶紧甲这渔船绑好势，就惊这风台会害这船歹去。搁再讲到这风台天撞到大楼，也要提醒民众讲，这沿海地区一定要注意海水倒激的问题。渔民昨暝就已经用绳啊，甲渔船拢固定好势，惊渔船去风台拍歹。新竹渔港鱼市啊，透早虽然有开门营业，不过因为风台关系，来买海产的民众是比过去减真济。那就休假有没有？想说来买一些我们聊新鲜的鱼货。生意怎么样？还好，还 OK 的，可以。
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凯米风台的强度愈来愈强，全台湾拢应该加强警戒，因为这站拄好是大楼，沿海较会有海水倒击的问题。台北市也出动抽水机，提来沿海地势较低的地区，随时准备抽水。汛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置了3台的抽水机，也进行了各种的突发状况，还有气象状况的演练，就是希望在紧急的时刻，在县府机具来不及应付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及时的支援。退潮就这么满了，如果在瞬间强降雨的时候，一定会淹起来了。提醒民众，风台的风雨愈暗愈强，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准备，加强厝内门窗，也要注意用火以及用电的安全。加一份准备，就减一份危险。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苗栗泰安乡的苗62线建摆路和建摆帮，这条路也通老街甲温泉区。公所为着避免意外，中昼开始也对部分路段已经成封路。温泉区的路一路向前行，沿途的风雨是愈来愈明显，真侪落倒来的树身都甲车路占一大半，路面嘛有落少。这条是苗栗泰安的主要连外道路苗62线，嘛是接温泉区和老街的要道。但是前一阵定有地动，当地搁真侪车架淹壁，逐摆风雨一来，土石就定会放落。去年甚至有轿车和土石陷甲密密麻麻。为着莫搁出现这种状况，公所紧急甲苗62线引挂桥头到温泉区的路段封起来。这个路段是长期以来都是落实的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措施，是避免再就是影响到民众的一个安全。这样，公所讲，对日时开始做有警绳的封路，大型机具嘛已经入来，一帮山道随来抢通，嘛请业者暂停收大客和游客。下晡过后，苗栗泰安的山区雨势是愈来愈明显，老街的店家拢休困，店家嘛真烦恼讲，这风雨会互灾害搁扩大。要往大坪那边跟温泉那边啊。都会啊。一下雨就漏水。很容易。温泉区、露营区都差很多。如果温泉也不来，露营也不来，我们这里就没什么生意了。居民讲，当地只要落大雨，就定崩山。风台造成的透风大雨，暗算到暗时会更较强，因嘛只会当暂停营业，互规个影响减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过无偌久，这台南规人的湿气就要大出，惊风台霜冻，农民透早赶紧摕落啊来甲这湿气落起来，保护好势，也用锁啊加强固定。凯美风台已经到位啊，台南风雨有影愈来愈明显，几大片的湿气横，树丛和风吹甲摇来摇去，为果实和风渗到到底，拢落伫土骹。台南规人种湿气总面积有62公顷，是西部上济。本正是采收前，才陆续脱落啊。农民惊这摆风台风雨大，透早因先赶紧甲割粒先脱落啊，保护好条。加上湿气重千斤，因嘛用锁啊做固定，就烦恼一冬的心血会乌有去。果粒要套带四肢，较袂去陷到咱的果粒啊。当然风啊愈少，阮应用的层面就愈少啊。啊，你也愈大，含割粒当时嘛湿。拢落过来啊！做风台是尽量做尔啦，你若风大嘛无法力啦。风台毋但影响着果子、菜色计数嘛加减有起价。这家庭主妇趁雨甲细阵，赶紧挂菜篮去市场买菜。边仔头家是无因试咧下菜，啥物菜侪影响上济。看仔讲，今过因为天气关系种袂起来，地势继续悬，那淹水惊热嘛惊雨，一斤即阵是起到300外，也那叶仔类总体是起2成。惊菜一定会起去啊！我要一寡大料准备迄个风台，那这2天风台搁啊风搁啊大，会当先准备起来。上大的无菜啊，无菜就会减收，较欠收。你菜量少，就一定会起价啊。今个伊波动比较大嘛，一般一斤偌济？30几块，即摆起啊4-50块嘛。大蒜较悬，大蒜伊热天哦拢接袂起来吼，即摆算较悬。即阵来市场的人客平常时啊加3成，那菜价要稳定，反而讲爱去观察后续风台对产地影响才知影。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咱来关心中华参买回笼，因今仔日是趁风雨也未介大的时阵，赶紧采收计划花，希望讲赶紧采收减少损失。
风雨一阵一阵，中华山尾农民让雨芳赶紧落田采收菊甲花。若无风雨一来，花和风吹甲离尾，规支花就拍算去咯。今天台风天，怕那个雨大，赶快来采收。雨水太多的话，它会烂，那个花朵也会水伤啦。花的部分是会当采收会收啦，啊，哪讲强收也没有用，因为那个颜色啦，啊，开度不好也是市场没办法接受啊。花农表示，热人原本就是菊甲花小花，前一阵仔天气热，卡袂着到37、8度，温度悬，病虫害济，花就歹种。即阵佮拄着风台，会当收的花就赶紧收。另外，农民嘛上细顺势固定菊甲花网仔，加强防雨措施。加减的可能有损害啦，啊，只是讲即马佫看袂出来。啊，你若讲如果连续雨瞬间的迄个暴雨来讲，我就唔敢讲啊，因为你若瞬间拢下上100公里，啊，佫落雨的话，安尼风险就足大个。花农表示，即阵仔苗栗因为有节庆活动，市场有需求，菊甲花价销也算好，一把大约100块。即阵凯比风台影响台湾，农民把握时间采收，就惊风台雨一扫落去，损失无法度按算。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伊讲过，伊要办一场有史以来上届环保奥运，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Même si je prenais un très mauvais départ en Syrie。即摆跑道用菊仔色，互人想到南法有名的婚纱草。毋过其实会选择即个色是经过测试，最后发现菊仔色伫视觉顶悬效果真好。选手伫内底对追求上好的表现真有画面。Ils ont tous la banane, ils ont le sourire jusqu'aux oreilles. Ils se rendent à peine compte que ce sont peut-être les premiers qui ont franchi la ligne d'arrivée et qui ont utilisé les plateaux dans ce stade de France. 巴黎奥运将环保用入规赛会，而且看做是重要任务。以前办奥运东道主拢会去新场馆，毋过巴黎直接利用都市当中95%已经有的场馆，其他用临时起的，还有一馆都用。目标是要比伦敦奥运减少55%摊卡价。法国地理三面是山，三面是海。首都巴黎伫内陆无山坡，所以埃菲尔铁塔进前的战神广场会加做山坡排球、柔道甲表演的场地。到时阵，台湾柔道选手连金玲、杨永辉都会遮出场。伊伫法国七区广大大众公园是上受欢迎的观光景点，已经办过万国博览会1900巴黎奥运。每年吸引世界各地2500万的游客。We have installed more than 60,000 temporary seats in the city centre of Paris. 为埃菲尔铁塔到协和广场甲凡尔赛宫大会，要互这浪漫花都伫世界有名的地标，就全球顶尖运动员表现增加活力。1775年完工的协和广场伫巴黎塞纳河正边，这北角线广场和卢浮宫、上加二城大道、甲凯旋门等巴黎名胜为条例，虽然是历史名胜，毋过这摆奥运会充满活力。举办成增加项目，霹雳舞、厨房3对3篮球、甲极限脚踏车灰色赛。On a voulu sortir le sport des stades et le mettre au cœur de la ville. Donc là, on est vraiment au cœur de la capitale. On ne pouvait pas faire plus central. 有名古迹商品县，佮叫人群县，是射箭比赛场地，是路易14第17世纪下令起的安迪商战军人的建筑，佮是军事强人拿破仑的梦。巴黎军事博物馆将近50万馆藏，也是游客收藏景点。这摆将起一个临时场馆举办奥运加帕运的射箭，人群县也是马拉松的重点。富丽凡尔赛宫每年超过700万人来参观。这摆奥运马场美术奖竞赛，甲现代5项拢伫咧占地800公顷的凡尔赛宫花园广场举行。1682年，路易14时期正做宫廷的所在地，后来佫正做法国王室中心，也理所当然有市美所在。这其实也是法国美术发展的重点之一，举办美术比赛是正适合。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雨水细细来，唔通我无事牌。明仔载气象做伙来看卖。家人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是对26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